天气的消息来关心的是，即马受到台北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礼拜的时阵，基隆、双北也有台中呢，拢因为上大雨传出淹水的灾情。即马气象署是提示讲，这款变大雨的情形会直直到明仔载，尤其是北部甲山区，这路落甲真粗。 礼拜雨搁大搁急，大水雨也造成台北松山机场的天棚破一空，规大片的茶房啊、水管拢落伫土骹，加载无人受伤。 台中市西屯区也传出意外，因为雨势收大，造成大树倒去，得到一位骑机车的民众和一台轿车。气象署礼拜暗时也针对基隆、新北、台北、台中发布大雷雨和大豪雨特报。台中的太平区这个地方，它的3小时的雨量其实是有来到非常接近200毫米，而其他各地其实也可以看到，像是我们的中部以北地区、大台北、基隆北海岸都有来到接近50毫米以上，或是100毫米左右。受到南方云系影响，这款落雨的形态会继续维持。气象署提示，拜一、拜二这2天，全台伫中昼到半暝这段时间，拢有可能会闪大雨，尤其是北部和各地山区雨势会上大，而且强度会和礼拜同款。这种不稳定的情形呢，在今天到明天左右，可能还是会持续。像今天在大台北地区以及其他各地的山区，中午过后就还是有可能会出现这种短延时的大雷雨发生，那也可能会伴随一些雷击。 也那温度的部分，气象署指出，未来一礼拜各地高温普遍伫咧32度至35度，尤其是北部和中南部有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。外岛地区因为天气较无稳定，高落雨，温度较低，伫咧27度至32度之间。气象署提醒民众出门爱加啉水，避免着沙。记者陈亚轩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